Hello，同學仔，你叫點稱呼你啊？你可以叫我 Alex。Alex 你好，我係鳳德區社區中心嘅社工，我係姓吳嘅，咁你都可以叫我吳 Sir 啦。咁我哋而家喺度做緊一份有關鑽石山中學生嘅社區健康狀況嘅評估啦，咁就希望可以透過呢份評估咧，去了解學生嘅心理需求啦，然之後從而去改善呢個社區嘅設施同埋服務嘅。咁我哋嘅問卷都會用呢個匿名嘅方式，所以所有資料咧都會即係我哋分析用嘅啫。咁之後都會註銷翻佢嘅。咁問翻你啲基本啲嘅問題先啦。咁係你嘅性別係男咯。好啊，咁你而家讀緊嘅年係初中定係高中啊？高中咯。好啊好啊，咁你最近一個月感受到嘅學業嘅壓力程度係點樣啊？由1到5分去計嘅話，大概係5分係最高，大概係4分。係4分最高。咁你覺得壓力主要嘅來源係啲咩咧？A 係考試成績，B 係功課量，C 係未來升學或者就業前景，D 就係家庭期望。未來升學咯，因為都好係咯，都好大壓力，因為未來有 DSE 嘛，咁就好大壓力咯。係。跟住係咯，考試嗰啲都係咯。即係比較，其實考試成績或者升學，你係兩個都其實都有壓力嘅喎。即係本身都好擔心自己學業成績可能跟唔上進度啊。係係。咁對未來嘅規劃又比較模糊啲。係冇咩規劃。有冇同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講下呢啲嘢啊？有嘅，同啲 friend 有講過嘅。OK。咁你平時會有幾多嘅時間去進行呢個休閒放鬆或者自己中意嘅活動啊？但唔包括瞓覺嘅。咁 A 就係少過1個鐘啦，B 就係1至2個鐘啦，C 就係2至3個鐘啦，D 就係3個鐘以上。1到2個鐘。咁你平時會做啲咩活動去俾自己放鬆啊？運動咯。係做運動，可能每日都係打1、2粒鐘波咁樣。咁你覺得做運動呢樣嘢會唔會有效咁減少你嘅壓力咧？會㗎，都會令到我忘記咗啲。都會忘記咗。咁都幾好啊！咁你平時遇到壓力嘅時候，通常會俾同邊個傾訴咧？咁 A 就係屋企人啦，B 就係學校同學啦，C 就係學校輔導員啦，D 就係唔同其他人傾訴。我會同我啲同學啦，又或者係啲 friend，屋企人就比較少。學校輔導員未試過揾。係未試過嘅。未試過。咁點解好少同啲屋企人同埋輔導員講嘅？反而唔同我都唔知有輔導員呢啲嘢，出得好少呢啲資訊量。咁如果喺鑽石山入面啦，咁嘅機構即係好似社區中心啊、青少年中心，對你哋青少年嘅支援服務夠唔夠咧？唔係好夠，我覺得，因為係咯，我覺得，因為我冇得到啲咩任何嘅資訊，所以我覺得唔係好夠。好啊，多謝你嘅問卷，就 OK 啦。喂，得。